迎嚟到日清出前一的試食淘汰賽第2集，玩法同第1集一樣，今集都會有6款分3個回合鬥味道，最後會有2款晉級可以去到第4集嘅總決賽。今集最後會有彩蛋，大家記得唔好錯過啦。第1回合係九州龍味豬骨湯味對東京醬油豬骨湯味。九州龍味豬骨湯味係奶白色湯底，豬骨味幾濃，飲落去好順口。東京醬油豬骨湯味多咗醬油鹹香，好有日式拉麵感。2款都唔差，但係如果要揀款，我會揀東京醬油豬骨湯味。嚟到第2回合，輪到五香牛肉味對香辣牛肉味。五香牛肉味一入口好有牛味，發覺同香料嘅香都唔錯，而香辣牛肉味就有好重嘅辣味，牛味冇咁明顯，食起上嚟就比較刺激。呢度我會揀五香牛肉味勝出，因為牛味比較豐富同突出。第3回合係韓辣海鮮味對黑蒜油豬骨湯味。韓辣海鮮味有韓式辣湯同海鮮甜味，冬天食應該會食到出汗。黑蒜油豬骨湯味就有濃豬骨加勁重蒜香，一入口就只係重口味代表。2款都好搶味，我會揀黑蒜油豬骨湯味勝出。3個回合嘅勝出者分別係東京醬油豬骨湯味、五香牛肉味同埋黑蒜油豬骨湯味。要揀2款晉級，我會先揀黑蒜油豬骨湯味，轉香真係太出眾。第2個名額我會揀東京醬油豬骨湯味，因為拉麵感同鹹香平衡得幾好。咁第2集出線可以去到第4集總決賽嘅就係黑蒜油豬骨湯味同埋東京醬油豬骨湯味，你會唔會都係揀呢2款呢？今集嘅彩蛋就係九州龍味豬骨湯味加東京醬油豬骨湯味嘅混合食法，2款撈埋一齊之後，會突出咗兩者嘅優點。湯底唔單止有豬骨嘅濃味，醬油鹹香亦都好突出，大家不妨試下啦。